请正点顺时针拳道击功，坤道击功，田师好。好。各位先贤请坐。主席，还有我们各位顾问咱各位领领、副领领，各位组长、各位同事、各位以前大家大家好。传师传。学校今日就是咱岛中心教轮流摆着学校学习的这个机会。那么学校今日有这个机缘呢，首先学校感谢上天。咱祖师爷祖，咱师尊师父两位老大爷良因大德，个咱好经营五大提升有咱提升大老师，就是着点文书的护庇，个有咱做先生的恩惠，咱负责人做的慈悲，甲咱各位这大德甲学校宣传鼓励，那么学校呢，嘛只有有今日这个机缘呢。要来遮，甲咱各位前贤共同来学习、来研究。那么当然，咱拢了解，咱师尊老大人甲咱讲，咱有3000万不离，对毋对？这3000万人不离呢，咱每一个人拢拥有3000万。那么这3000万毋是咱的现金满面，钱的3000万，是咱智慧库足的3000万。第一，咱不离佛堂，佛堂会互咱啥物？会互咱生机，伊互咱足侪生机。各位前贤，只要咱无离开佛堂，咱每一摆的班会拢来坐这条会议，安尼咱有啥物生机？咱绝对咱成佛，会当了脱生死轮回。可能啥物来不离经典，会当互咱乱就业，会当来引起。因为呢，咱有研究经典，研究圣人生活的智慧，各位前贤，互我安尼体会。确实，真正体会到就是研究真理，研究圣人生活所留下来这智慧，那么咱绝对咱咧坚持愈来愈来，就会智慧当破咱的啥无明，会当破咱的无明。那么咧，咱不离成知识，学校常常安尼想，咱师尊老大人甲咱讲，咱精益着咱的原理，确实有影为虾米咧？因为咱看到前辈者的成就。前辈者的精进，咱各位前辈者一路来60年伫道场付出，伫道场这牺牲，带互咱即马有这好的环境，伫遮学习，有勇气人找，下昼阁有好的料理人食。学校拢安尼感恩着讲，咱真正咱目前就甲咱准备的这个金刚经内底进步甲医报啦，咱的进步。甲医报会使讲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所以而且咱真正是爱抱着感恩的心。那么学校嘛抱着感恩的心呢，今日会当来而且甲咱各位前贤共同来研究。那么各位前贤呢，盼着咱嘛抱着感恩的心啦咱之前特别拄则甲咱讲咱莫拄，因为恁伫楼大家拄我会遮看足清楚的。送咧困足清楚，但是会使困不要紧目睭莫闭起就好啦。你使前辈遮拢安尼讲，无先闭一蕊，等下正蕊若困饱，等个迄落起倒蕊啦。咱若练有即个功夫各位前贤恁困不要紧，因为我看开一开就会使。学校爱甲后壁看，看莫清楚。因为我即支物件就是代表啥？老啊，因为老花一点好，那么各位前贤大德，学校今日要甲咱各位前贤共同研究的题目，有写伫这个荧幕这是咱道务中心呢算出来的这个题目。那分配互咱所有讲师有3个讲这个题目，就是咱学校帮青年经理，甲咱郑秀凤讲师，阮3个阮拢无伊流程就是咱分配我想应该是分配着，还是讲流程阮3个留定嘛无一定啦。各位前贤，为什么我留着阮3个？因为阮3个算老的啦，毋是老啦，年纪无老，嘛是年纪较老，但是心无老。就是讲伫道场学习的年资可能较久，所以咧，上天慈悲咧，以这个题目爱我来遮甲咱各位一起学习。但是咧，学校拢安尼想，咱
咱即世人伫修办道的即个一年内底过程内底，绝对离袂开两项代志，对不对？第一爱度人，第二爱心专道亲。那么伫咱度人甲心专道亲的过程内底，咱敢会成长？因此，互我拢安尼想，互我来去到泉州即马呢，咱富贤人慈悲吼，互较负责泉州的道路。那么我来去到泉州吼，有时啊会相处买，一定会相处，互我有时相处啦，是嘛袂转去，我拢会想阮无的孙仔，即马无，本来是即马无，也上孙仔高水的一边。那么来会想讲，我今日的使命，为什么我今日来到遮？哦，甲家庭房的老公放到厝内，伊的无聊，第二爱家己活着食饭，所有的工作拢我家己处理，若互我来处理是毋是足好诶？但是咱今日来到泉州，互我的使命就是啥物？度人甲心酸人。所以呢，我拢是感受讲，过去咱的圣人仙佛，因之所以咱心佛菩萨，也是离袂开即两项代志。所以讲。仙佛本是万缘者，只怕万缘心不坚。那么咱今做着这佛菩萨的这个工作，绝对咱的圣人嘛是甲咱讲，咱绝对嘛是会当成佛做主，就是会当了脱生死轮回。因为呢，飞天五大条件，咱就是伫度人甲心专人的这过程内底而成就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咱一定要有啥物德性。咱德性毋是讲咱用钱买就有，绝对要有自传啊！来心念，就是爱咱就正知正见。因为咱若负足伫八正道内底正知正见，咱敢行会出去？绝对的，绝对行会出去。搁有戒律，对无？咱各位先生，咱来到遮爱修戒律，爱对，即摆开始坐哦，下早来开始坐到下92点，爱点点比较坐，这叫做修戒律哦。内底有啥花效？当然，这呢，这四项呢，要透过啥？透过愿力，绝对是做出来，毋是讲出来。所以讲，德性一切拢是做出来，毋是咱用嘴讲口说袂做，咱用嘴讲绝对袂有成就，绝对会行出来。你今日要到台北，要到泰国，要到大陆，你绝对要有行出去。若无你就讲，我嘛想要甲迄个某美人来泉州聊天，可是你伫厝里讲，敢会成就？敢会当成就？无可能。所以拍一通电话甲互我讲，某美人，我暂时有时间，敢会当家己来泉州学习？来互我的时阵开始心肝会够欢喜，因为咱的前辈遮拢够慈悲的，拢够慈悲，做者前辈遮拢甲互我去，对互我够照顾的。所以，互我留带前辈遮去，互我拢免煮饭，今仔安怎出一支煮食饭。所以呢，伊派咱各位前贤呢，会当花时间甲互我做伙来学习啦，嘛会当去泰国啦，咱就是去泰国，甲咱邀请你拢去泰国，咱嘛会当去泰国学习。好，那么互我就进入了互我的一个问题：培养地主为何爱度人甲心专人？各位前贤，咱敢知影？咱每一位在座的前贤者，咱拢是培养的地主，咱敢知？哎。够啥？咱家己讲自己爱的山下多好棒，有无？咱就读啦，来，爱的山下是差不多大啥的，有头路向咱家己讲多好棒，有无？爱的山下。棒。我想有一班有一个构动叫做陈志勋，计还要上课的时阵互我拢爱先互正能量，爱今日就袂差。老师，叫妈妈老师，我好棒对，好做好做好。伊坐袂超过10分钟，咱罗安住1.8年正少咯，咱带你走运动尔。我是拢甲讲，你若拄我迄坐老好，我等下叫罗爷爷带你去走运动尔。伊就讲，乖，所以就会做得乖乖的无你就免上了，然后会吵你就吵到我咧讲，免教啦，因为它会互动，而且它会影响别人。好，我直接来甲各位先生研究。那么伫要研究的这个经验内底，我先来甲咱各位先生讲一个典故。
因为咱外国师尊甲咱讲，如果毋是白龙普渡，有偌济人将流浪为族。各位先生，为虾米呢？佛法借着这个故事呢，来甲咱做一个分辨，为虾米咱的外国师尊伊第一句就安尼甲咱讲？因为咱今日无求道，找着本来我，找着咱的真我。伊咱的真我做主，其实各位先生，咱今日袂来遮。为虾米？咱今日去爬山，会去唱歌，会去保卫公司，啊，全家在去佚佗，毋是全家在来爱上分两家求一位。所以咱今日就是找着真我，真我做主了后，咱今日才来到遮。那么咧，伫这个故事内底，各位先咱对图会当看到，有一个棺材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个和尚，啊，有一个婆婆啊，啊，有一张公文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故事呢，谢谢文理的这个互动，对安尼互动那边。因为这个故事就写讲，这个棺材呢，有一天呢，这个伊个官员呢派伊要压这个犯了戒规的和尚呢，等于行城啦交治，因为这爱等于行城定罪。那么呢，伊接到这个指令以后，命令了后。就爱行出远的啊，应该是伫边疆咯，要等于到中原的这个行城，咱直接要去到台北共款意思。啊，以前用行对无？毋是像咱这咱坐高铁的，咱开车有够方便的。那么而且呢，这个棺材呢，逐日要出门以前，拢爱先点一项物件。为虾米爱点这项呢？第一包包内底底啥？第一两个是盘缠，以前叫做盘缠啊，即摆叫做锁骨，搁有因两个一个寒的时阵咧穿的衣服啊。啊，若即种公文呢是官家的交代，伊爱摕倒去惊啥？交差的这个公文。啊，即个和尚呢，就是要压解的这个犯人。那么这个和尚来犯啥物罪？我无清楚，伊这内底无写。好，伊逐家即个拢爱点这四项物件，各位学员拢爱注意听伊的重点是过。点这四项是无法公文，啊，搁有即个和尚，搁有伊家己搁有伊家己一世的啊，逐工拢点，我就安尼行，过来两个伫路顶咧行，咱若有看高中的戏，你就知影对不对？就安尼行，啊，一日过一日，因两个才会变好朋友。为虾米？因为虽然是犯人，但是囝仔因两个会互相照顾啊，虽然即个和尚呢，用咱讲的枷锁，以前的人拢爱，阿嬷本爱挂一个枷锁，手爱手铐，就安尼行，两个怎啊感情愈来愈好。但有一天呢，风雨交加，就是后风后雨，加做伙是不是足寒？啊，即个和尚就甲讲，头前有一个挂庙，咱两个是不是入来礼佛？啊，就叫看，啊，就真正。啊，即摆入去了后呢？即个和尚就搁人讲，伊是讲机会来着，伊就甲即个歌星讲啊，今日真有看如果咱今日有烧酒人啉，毋知有偌好所以过去的拢爱啉烧酒较厉害啊，因为伊的婆婆较细家，毋是像你看英语拢看做大家，伊安尼也讲，啊，即个歌星你啊呢是毋是去买？你知影就袂咧买你去买，啊，即个歌星用啉烧酒就袂一人的。好，啊，即个和尚会安怎讲？因为伊个一个枷锁空的，佮可靠的，讲啊，你即个甲我绑着，我要安怎去买？啊，所以就真正甲伊的迄个枷锁啦、手铐绑起啊，啊，即个和尚就去买。啊，即个和尚伊绝对有无好的心思，伊就买甲烧酒买过来灌，啊，买足济烧酒配啊，就开始食，倒来就开始食，即个官司够欢喜的，开始食，用烧酒配。恁到尾安怎？人讲迄酒是干那无代志，啉到我倒会安怎？酒醉对无？即个官司就是遮紧济。啊，迄个和尚等待机会，伊绝对袂啉伊绝对袂啉，因为伊想要逃走嘛，对无？啊，所以等下即个官司，迄个啉酒醉了，困到毋知影人的时阵，即个和尚达到机会，伊就呢，家己的衫。
哦，寒册的衫换过来伊穿的，啊，伊的衫换过来寒册穿的，啊，穿起来伊讲，毋对哦，伊有头毛，我也无头毛，所以呢，伊就咱买一支刀啊，吼，肯定事先有准备，举一支刀啊，去甲伊的头毛刷，全部甲这个寒册头毛剃了。以前寒册是爱留长头毛的，全部甲剃了，剃了光，也袂光，喏，啊，了后呢，伊换个衫，换这寒册衫伊就走。 伊就走啊，倒走。那么，即个寒册酒醉，困到毋知人，吼，所以困到讲加工的尻川酒日头，用举头讲，安尼遮光我毋通困足久啊，要安怎迄落还袂开始起停哦，该死啊！即摆嘛耽误着伊个证书了对。但是呢，伊想讲好啊，安尼起来哦，我应该起停。 那么伊一个习惯，要起停之前爱点啥？点伊一世人物件。那么过伊一个面，伊就是点。无好啊，敢有伫个？有。来，公文敢有伫个？有。第三，伊就找和尚啊，讲我阿解烦啊，这和尚对过去，开始找无，开始伊就找到来，安尼遮我有伫个哦，因为伊穿和尚衫对毋对？哦。 留伊敢有伫个哦，啊来，搁讲伊头壳，刚刚安尼无对，即个和尚，各位亲戚，这敢是和尚？这个不是哦，伊讲啊，搁我家己咧，离吹，哎呦，家己对对伊，伊毋知影伊已经和尚咧，甲伊和迄落寒册变和尚嘛。各位亲戚，这个故事就到遮。那么各位亲戚，咱做一个思考，我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要咱了解哦。 咱会最容易袂是家己卖，足简单的。因为呢，咱来到这世间6万多年，咱谢老师讲的讲已经经过6万岁啊。哦，主会开天，天会辟地，因会成人，甲即马无味交替，我6万岁。啊，一个元岁偌济？100,800年乘以6，哦，我昨钱仔甲算648，647,800年。 啊，所以圣人仙女安尼讲是无毋对，咱来遮轮回6万多，那么伊袂是伊家己啊。各位先生，即个典故讲的菩萨指着咱的啥物？菩萨头看者啊，这菩萨保护就是咱的佛子是我，伊第一项的菩萨。伊指的就是咱的物质生活。你做大了了吼，而且真咱的父亲，咱的无一解无去，好也善拢不要紧，反正咱一定有3人亲，有帮人照，有厝人住，对不对？有食衣住行，像咱即摆伫台湾吼，食衣住行非常的哦，会使讲无欠食无欠穿，拢非常的丰富。但是这嘛是拢袂离开咱，拢袂离开，所以无法袂叛逆。 啊，来这个公文呢，代表咱的职业。各位亲戚，殊荣共享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职业，敢是？不管是咧前辈遮做事，伊就是算伫咱的殊荣共享内底属于荣誉。哦，啊，像阮以早做会计的，成功啦。所以殊荣共享，咱绝对拢有从事一种工作。 佮家庭主妇嘛是一种职业哦，啊来，这咱嘛袂抗拒啦，因为咱要呈现咱人生的阶段，咱拢会去读册啊，开始磨字啊，读册为着食头路对无？你读册读愈好，你做的工会愈轻松。啊，若少年毋爱读册，食路会安怎？就有正样啊！人讲互我若伫咧高速公路过吼，看着伊日头讲遮尔大，啊因哦，当咱做工会拍甲像乌道丸啊！ 我拢感想讲，这可能除了感觉啦，这就是工人，就是你少年有爱读书，你少年有爱读册，不袂落爱读册，你今日伫遐做咧遐艰苦的工，哦，来，公文就是这咱嘛袂歹伊哦，来甲这个和尚，哦，这个和尚呢，伊就甲咱指的就是讲，咱每一工要做，日复一日咧做的，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生活，为着咱。 后尾咱较亲像的人，逐工拢为遮为着名利，为着权利，为着所有外在的物件，
各位先生，这后期咱敢会放弃？人讲所有的物质在世间会当用，啊若离开世间，伊全部拢无路用，对不对？哦，穿啥物长去，就一丝长去的啦。像咱即马吼，身口以上穿一领礼服，哦，啊剩咧囥的，人讲即马囥10箍，囥10箍的啊，啊敢若囥12个啦，120箍送手艺，迄烧过的吼，火化场的迄个工人捡去，所以即个摕着迄钱乌乌，就是拢火化场。各位先生，要注意。啊，较收影有时啊10块是毋是乌乌？迄拢是规划人通知人，嘛是无查的。所有拢无查的，万般到不提规定要随心，所以这物件会无去，哦，这物件会无去，而且呢，咱会迷失去，来到讲这个家己，哦，家己就是会迷失，因为我们要这些东西而迷失自己。咱来到世间，伫三山坡里无时的时阵。各位先生，咱捌看三山坡里我是对回应无？哦，我刚入来到道场的时阵呢，咱任何单位有演习，演习第一迄个小朋友呢，即摆拢是妈妈级的，他面上有时啊，我到电脑内底吼，我倒伫影片，我拄着啊看者。那么333里无时，老母娘甲咱讲安怎？先医先下，衫裤带伊遐，啊派咱要来。哦，结果咧，咱叫咱咧酒色财气呢迷失，哦迷失了伫即个十字路口，啊咱家己怎啊叫放弃，哦家己怎啊叫放弃，所以伫遮咧咱怎啊比物质，所有物质成为囚奴，咱家己比囚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迷失家己的时阵，伊尾啊怎啊叫即个囚徒来甲伊取代。所以伫遮吼哈，要甲咱各位先生分享即个故事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咱今日求到了后，咱已经找到真我。咱有听讲师安尼讲，咱人有两位对无？哦，人有两位来自，即位来自于上天点的灵性，所以咱人是天生对无？咱天生咧，咱拢讲咱天生，上天也无咱一点的神医，其实即个假。叫肉体，啊，这肉体对过来，四代结合，哦，爸爸妈妈父亲母血生一个胚胎了，伊这腹肚开始孕育，所以迄阵上天互一点的神秘，伊伫妈妈的腹肚内免食，透过倒来，哦，像阮即摆若生一个阿孙的吼，可能要生出来可能要4公斤吧，3、4公斤。那么伊敢有甲妈妈食物件无呢？哦，阮囝婿甲查某囝父精母血，伫腹肚内一个胚胎开始愈大愈大。咱甲要生爱怀胎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家讲咱是贤德的众生，若无怀胎爱剖腹产。哦，那么天生来到这个世间爱有培养，所以人讲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德，德法自然，这个因缘安尼来的。所以呢，而且咱来了解就是讲，咱今若无求道。咱无了解真我，以真我做主，咱即真英语呢，就互咱这物质，所有外在物件来培养咱真正，咱来到世间的事业。所以咱外国师尊才讲，如果毋是白龙普渡，有偌济人将流浪对象，伫即个苦海内底，6万多年，而且轮回生死，哦，变异的生死，而且生死，而且轮回。死是生的开始，生是死的开始，对不对？咱来到世间，咱迄个伦理有学着，不知生焉知死？你毋知影生咧做啥物工课，你才会知你死了后要去过。哦，所以咧，而且学校佫甲咱分享，好师尊伊佫讲，如果毋是上天的眷顾，多少人生命将无助。那么伫咱学校，伫咱咧。天堂遇见自己这本册内底，伊安尼写，伊讲迄个作者吼，看写一本册，伊体悟最深的是啥物？你晓知？伊讲吼，咱人毋知影咱生对对人，啊死要对对转。各位先生，互咱问咱一个问题，这是这作者讲的。伊讲，咱敢知影为啥咱活较紧？上互较紧，今年63岁，我嘛毋知影我才会咱活到63岁呢。各位先生，知影人举手
咱进有人90岁对无？80几岁，像我帮顾问哩87岁、87，我通常常讲问讲顾问你几岁啊？伊甲我讲了，我讲因为伊甲阮少年的下死的精神共款，因班无一班款死袂吼，所以咧，而且各位姐姐，咱就是生一堆来。 啊！你即摆抽到了，你知影4月等一堆对不对？咱用填表文，甲咱天道挂号地府抽名，所以咱拢挂号伫天道。但是我话咧想，这个米奇艾尔邦的一本在天堂遇见自己这本册内底伊提出的问题，伊讲人为何要活？啊，为谁而活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 为何可以活到现在？这是咱一般的人无解的问题。但是咱求得了，咱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？但是咧，后壁这个问题，就是讲我的目的是啥物？啊，我为什么当活较紧？我拢想过。但是我即摆知呢，我即摆知影我的目的是啥物？我的目的就是咧，咱求得了后，咱要照假修真。 哦，咱要来度人、成全人，来行功立德、记录日日、记单代志，这是咱的使命。而且讲使命在心中，责任伫对，责任在肩上。我们每一个白羊弟子，咱拢有咱的使命甲责任。哦，如果咱今日无明书一记，咱毋知影本来我，而且咱的心灵会浮躁。今日咱若无来运动学习，各位姐姐。 咱会做辅助咧，逐工哪会像我即个年纪会看啥电视、连续剧对不对？无像我有一段时间吼，爱看迄个韩剧吼，白话一点日一地看到英文点到有当时会听。哦，这心灵有辅助哦，但是即摆袂对无？即摆互我的重心是伫遐，哦，所以呢，即只也互咱了解讲，王副师尊有啥物安讲？伊讲，若毋是缘分的特殊，咱哪会约在？ 上，今日各位姐姐，咱若毋是上天的慈悲，咱今日要做济公老师的道理，每个做事也都顺，毋是遐尔啊因哦。等下甲咱各位姐姐分享，伊讲若无大天气，无法度集中化大得着，所以呢，咱拢是爱珍惜着咱家己的这个因缘。如果毋是因缘苦足，咱要安怎修师道？ 因为咱是济公老师的道理，伊是大济公，咱是小济公，哦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佛内底，今仔咱济公老师是活佛，所以呢，其实各位姐姐，咱嘛是活佛、活菩萨，哦。因为要做度人、成全人，而且神圣的使命，一定要透过咱这个活菩萨，哦，经六道万行，咱才有法完成这个使命。那么，搁再落第二。 我就要记住咱的本地，为何要度人甲成全人？为什么咱白皇弟子要去度人甲成全人？其实咱就是咧行六道万行的这菩萨行。哦，那么度人是菩萨行，成全变化大悲心。如果咱今日无大悲心的这个使命感，各位先生，咱要去成全人，绝对无可能，因为伊也是咱的亲情，哦，也是咱的啥物？ 哦，特殊的这身份，敢若有特殊，也无趁钱人开。为什么咱对一个道心的成全，苦口婆心，对伊求道开始甲栽培，亲像学过去前辈遮咧栽培，学无好啊，我以后我做咧，对安开始进入道了，63年求道，但是到80年呢，甲透过义养带领，而且开沙班呢，甲学法牵一个较精神起来哦，所以。 我遮真正是前辈者的成全照顾鼓励，今日我遮当然才甲咱各位先生分享。所以前辈者大悲心，使咱学校当成就。那么咱要如何去把咱的爱传下去？这个非常的重要哦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来就是讲，度人成全人是为着救援众生出苦，也是为着互咱家己。 是咯，各位先生，咱今日来坐伫遮，前辈者组长、领领联络、同学组联络，咱今日来遮入班，咱敢会感觉足艰苦？会哦，哦，引起人衰，啊，搁
个，人讲想望着咱祖师爷帮助台湾，祖师爷道理有够大，会讲吼，迄个为什么咱祖师爷耳仔遐尔大？多钱咱敢知？人讲若较有福报的耳仔足大，啊耳仔足大的福报，敢是要互咱家己点用的？像咱祖师爷耳仔就是咧听咱兄弟姊妹的心声，所以耳仔会较大个，较听会焦点啦。啊，若较倒有啥物遮大个，就是爱有道量。有道量，你才有法度来布施，生英欲多还因缘。那么咱各位先生，咱培养弟子拢相望着咱，感受着咱祖师爷帮助台湾，咱会使讲拢非常非常的幸福。即阵收办都有够幸福个，出门像阮出国坐飞机，爱怎爱坐船吼，啊无爱用行路，像咱六祖为祖师，爱行30天才咱找着五祖方面大师。咱毋免行30天啊，行1点钟、2点钟，你会讲好啦，我忙叫我行，像我去大陆，咱咧浅浅拢讲，这妈妈用走的就好。走的就好，或许就没办法。我刚完坐计程车，吼，啊，咱3、4个吼，坐一台计程车，较近，吼，啊来到咱就要来，会当即个导人啊，宣传特色啊，啊你用行吼，你行足久的吼，像咱要去找迄个郑小姐吼，迄个即个妈妈有来咱台湾迄个了解的查某囝，啊我甲李湘啊，啊嘛捌甲阿朱组长去一撮，啊即个甲我搭面去一撮吼。我讲，咱3、4个，咱计程车算下都会10箍尔，10箍就是咱遮差不多50箍。各位先生，4个人开，咱遮50箍，你要用行还是要坐计程车？坐计程车。拢连巧嘛爱坐计程车，迄叫事半功倍，对无？啊，你若要运动，家己运动，哦，因为车足济，你行伫咧马路上，空气有够歹，讲要挂口罩的，爱挂口罩是我台湾人咧挂呢，因遐无人咧挂口罩。不管我拢挂口罩，啊，因拢无咧挂口罩，好奇怪，因太哪厉害，迄空气入拢不要紧，因遐毋知甲会比咱遮迄落气吼，会比较较严重咧。那么遮也是讲，互咱来体会哦，哦，各位先生，咱今日有伫咧出苦，你今日才爱先食苦，对无？咱时常听过一首诗，伊讲吃苦半辈子，吃苦半辈子。还是吃苦，你如果能够吃苦，你就会吃苦半辈子。哦，看世人就来后边你就会享受了。啊你啊，不能吃苦的人，你会怎样？吃苦一辈子。一世人会拍拼，我比别人较拍拼对无？啊，今仔有啥物讲？我比别人较拍拼，我比别人较歹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当比别人较好？哦，啊，这当然就是看伊好报，嘛看到哦，这因缘呐。这有时啊，真正咧，哦，困难就是真正困难。哎好呀，我迄时间拢走去好呀，唔当。像迄王宇，咱就看着迄王宇吼，迄个影帝，独臂刀王，迄个影帝因兜，遐变数啥物全部拢用金仔讲的吼，互我讲吼，伊若转去吼，遐毋知要讲，啊，像即阵敢若讲是植物人，你看伊个在世界咱互伊毋免变植物人。所以呢，遮咱就是为着要咱家己出苦，当时要转去拢袂要紧，因为我嘛毋知我当时会转去，我有啥物外加进步，我嘛拢毋知。可是咱会当善用咱有限的人生，换出咱无限的慧命，这是咱今日的智慧。所以呢，而且伊讲，因为透过度人会当培养慈悲，就是慈就是互人快乐嘛，悲就是甲人互苦嘛。所以呢，佛菩萨的慈悲就是要拔众生的这苦。啊，带互咱更加快乐。那么咱学佛嘛是要学这啦，啊耐力，感觉耐力，哎吼，有时咱去度人吼，哎，有要道心就是真正，迄根基做得有够好诶。一来就讲我要来求道，啊我带人要来点道，像阮种毛豆有一个方月真情型吼，伊逐个若要来运动，伊拢甲我讲吼，我逐个来运动，我拢会带一个人来点道，我心肝拢咧拍鼓啊，即摆有理吼。冒险我们爱想有生机哈，所以即改变是天人合一般呢。佮甲我讲，伊要带一个去做官啊，结果互我会再甲副监理报告，因为知影讲，啊，因为咱即摆后礼拜天人合一班是大爆满，350几个人参加，我拢安尼想，咱台湾人吼，真正做袂珍惜迄个因缘，咱伫台湾要进发吼，车啥物拢有够方便。佛堂，咱伫
大陆开发做啥物椅啊？各位亲戚，这椅啊人坐甲好个塑胶椅啊，哦啊像因去入迄个新春宴吼，有去学习着威哥万福前人慈悲给后学机会，后学去，因坐不该迄一对下早啊8点坐到下晡5点，各位亲戚，咱免坐到5点，咱即马全部拢甲换过塑胶椅啊，咱感受看卖啊，互我足惊人咧拄久休下。我坐边仔还是家己台仔顶，为咧拄久吼，好像很怕那个掉下去，所以我佮叫伊拍一个铺架吼，安尼较袂叫困去，叫袂落。真正足辛苦的。咱伫遮就是椅仔一条900块，真贵价的布施，互咱今日坐这个好个椅仔，佮有冷气，吼。咱目前先计到这里来好势。各位亲戚，咱爱珍惜。那么咱今日要宣传道亲，一定要耐力。大人一届无法度成功，爱有啥物准备？去第2遍的准备，所以一定能够培养耐力。新传道亲嘛共款啊，亲像咱新传者栽培一个道亲，要当达到清口，咱嘛互伊足济的爱心嘛。亲像咱即马台人有几个新道亲，咱要新传伊会当来达到讲吼，会当互咱做事业4年门墙，就是到清口的这个。人才的这1年内底，咱爱非常有耐心的心，而且爱可比。如果若无智慧吼，用着咱的聪明细力吼，各位亲戚，我们做不下去。咱做袂落，咱无爱较辛苦。所以咱拢是依着智慧来做。来勇气，感觉勇气？咧，像我发即抓去到泉州好利家财，就是有咱付钱人去扶持吼。目前很多甲我曾经嘛拢有去，那么这个1年内底，咱都有医生。这个月初因老公吼是3间诊所的医生，若互项吼就较无勇气。我毋敢讲呢，我无3间到多，我是讲医生哦，我跟你讲的尔，就会当泡茶开讲。但是咱付钱人呢，这个就无共款啦。付钱人来讲讲，付钱人对哲学、对铁学。对科学、对医学的时甲带入，伊会去陪咱买，绝对去。所以呢，有钱人甲讲，安尼好，食饱来开智慧敢好？伊马上答应的，我惊一条呢，我惊一条，因为会知伊点2种去啦。我惊一个，咱问有钱人讲，有钱人是要敢莫去开，敢莫去请大啊？伊甲我讲，真正吼，安尼拢已经送新妇啦，你免请大啊？所以呢，我开始搁爱从头开始来就对啦吼。所以伫遮开始咱大人爱有勇气，有时咱的勇气无够，咱无迄个智慧的时阵吼，毋敢开嘴。所以呢，即阵呢，咱泉州呢，互我一撮去，叫咱阿美姊呢，真正用心计较，甲伊上好的手艺、厨艺呢，拢煮出来，逐顿拢够丰富的就对啦。人讲袂使，咱食素食袂使讲青草啦，爱讲红的，迄手艺真正有够好，逐碗拢有够水的哦。咱暗暝食个咱看着就水的，迄小笋啊来吼，迄手机一拍，过来泡上牛油圈，讲吼这属实有多好吃哦。所以嘛传太太来，传太太来食饭呢，伊嘛来做一摆，拢嘛无开智慧，拄啊咱互口有去，所以我嘛来宣传学着有一个勇气，互口嘛是人讲话吼。拄啊嘛是一届拄啊有人开始会，所以呢，伫咱新传道亲大人医院内底，当培养遮尔济的好处。各位先生，咱敢要大人？较实爱去做，较实的哦。真正这种是互我的体会啦，我直接甲咱各位一面分享。咱为虾米要大人宣传啊？第一，咱要完成咱祖师爷的救世方愿。就是要甲三宝世界化为人间的净土，会当家味的人净土心。那么，咱的师报道第二，伊唯一互咱最大的盼望就是啥物？道化家庭。所以咱即马来播拢道化家庭，拢是像咱目前的古代啊，伊有互我查某囝嫁出去啊，阮阿孙拢是生囝，阮阿阮兜嘛古代，对毋对？阮阿嬷、阮公公婆婆，来互我甲阮查某囝。阮阿孙对，我讲吼，应该吼爱有细囝的，安尼阮就无来啊吼。虽然我是接50%呢，可是无共性，安尼就无算好代。
咱随缘说颁奖，互我都是无大个吼。所以咧，这啊生祖囝的归因，而且无公平所在的是这样。那别这个没关系，反正都是我们的事。好，别达到咧完成咱祖师爷救世宏愿，就是要咱家下各位亲戚，要甲咱娑婆世界实现人间的净土。咱每一个人拢过着天堂的生活。其实好哈，正经的看迄个，迄本来是啥？那个维摩诘经哦，维摩诘经，我看迄种菩萨甲咱维摩居士咧论道的嘛吼，互阮咧看，伊种是菩萨的弄啊，伊讲吼，涅槃的这圆满的意境的境界是啥物时阵才咱达到？互我来想，是咧三处回灯吼，怎啊回天堂的时阵才是咧嘛？各位亲戚，安尼敢有简单？想咱一世人，甲等于咱实现咱天堂的意境，互我感觉安尼划不来，人去找来这写讲安尼划不来。咱爱甲咱人间实现天堂生活的快乐与自在，安尼咱一世人修行学道咧，敢有简单？所以咱师父老大有叫讲起来长话家庭，甲红颜记无共款，对无？红颜记你做和尚尼姑抛家弃子。咱即摆有是自家应运，为什么这个字安尼写？就是咱每一个人所需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自家应运会当含车带主，夫妇同堂，父子同修，会当咧真正实现人间天堂的生活。所以只要咱即个家庭内底有求道、有坐家，那么咱。过生活，因咱有意见袂合的时阵啊，但是吼，意见袂合的时阵，咱的发表的程度会减少，减少。就是讲要互咱真正咱净土心，所以咱一定要透过度人、成全人，而且使命咧，斗法度实现，斗法度实现。第二，咱要报答天恩师德，甲三师度化慈恩。各位亲戚，为什么咱爱讲受天恩师德？咱即个天恩师德互法吼，咱拢讲感恩天恩师德，感谢天恩师德互法。过去拢有捌，就是对人安尼讲安尼尔，但是咧，即届即个慈悲教互法，因为互法咧，学习的时候讲个，伊就讲，素年你拢知影啥物叫天恩师德？我就甲讲，着天恩师德啊，我嘛毋知呢，因为前辈遮咧教我教，我就安尼感谢天恩师德。伊讲来，我甲你讲。为什么天恩浩荡？天恩降德，咱上天降德，而且因缘德业并降，降德有说咱接受着。各位亲戚，这就是咱的进步，甲咱医保包括咱健康这个天恩师德。因为天恩，互咱的祖德根基佛言，你三面佛经才来咱接受天恩。无降德，你看，真个有足侪人还袂求道，真像咱的因为咱的泉州啦，咱泉州的上台北市，你知无？市啦。人的有经历吼，听讲即个你永春甲福鼎，还是就是遐开智慧，听讲叫做开智慧，讲一群点270几种，互学刚刚5年啊吼，互学真专二搭点22种，互我欢喜到吼，安尼真正讲吼够欢喜的，伊点270几种，我想过，这天恩师德的这个福味，互咱有缘兄弟姊妹。每一个拢会当接受这个问题，所以咱今日行出去到万国九州，到每一个国家台湾上，咱就是要互每一个有缘的人会当接受天恩师德，会当来接受着拢母的这个问题。那么师德，咱拢知咯，民国19年，咱的师尊师母统领天命，普度三者。那么咱今日拢就是咧代替宣传，替天引导。而且因缘内底，咱绝对接受天恩师德。所以咧，互他安尼想，只要咱一切拢靠老师，各位亲戚，只要你有一点信心，亲像我即阵咧，要摕咱静春坛子的这个佛具去的时阵，我着安尼，因为咱是大陆吼，而且因爱信心嘛，所以咧，要摕遐佛具去呢，我嘛就惊，因为负责人吼，早
早头几日啦，我要去泉州前头传一张讯息互我，就是咱中国大陆还未曾跟咱移管到，爱做细个就，所以大家讲长我的风电但是爱细，叫你用掠，安尼就对啦。我听咱王电的是讲掠去遐食饭过土豆，人过都袂歹，关键也是真正足艰苦的，所以爱细，但是长我的风电爱细，这个语言内底无法度优秀变出来的，大家咧线下我就去拜托上帝慈悲，即个我给这佛经那无数回馈啦，伊互我真怎敢若做主站的时阵，敢若摕一本《六祖坛经》就去互炸落来，就甲我讲，这本《六祖坛经》读到安尼破功课，因为互他《六祖坛经》拄啊读10几年啊，这本《六祖坛经》破了破了，伊讲安尼都有书套啦，伊讲安尼这本是读这本要怎啊？我讲这本我修心养性，修心养性讲嘿，来，这本敢是你的？讲是我的，讲来，因为咱内底有写一寡字嘛叫互我写字的，互伊对看迄本册敢是我的，还是我要摕来读安怎？我真正要写字，这本就来，台报纸摕来登记一下，过前互我一抓字，敢做会记迄本《六祖坛经》去，唔敢，甲迄个《六祖坛经》规我记落啊，手机内底，够别个，互我讲等于咱约翰前贤，我看我请，我就讲约翰前贤，你讲师你甲我看有有迄六祖坛经了道德经伫我的手机内底，真正甲我记落来，我够感谢伊，自闭的。那么各位前贤，三书咱知点传书、因书甲宝书对不对？无点传书袂当开智慧那么绝对有因书传咱来对无？还有宝书的宝经。所以呢，爱感谢上度化之恩，来完成祖师时阵所要的工作来源，做咱来因宝师的度化，这样呢，鼓互咱得道理财，得道理财。好，第三，培养慈悲博爱、正直、究竟涅槃、发心度众生，更加了解烦恼的根源，天皇解脱之道。各位前贤，咱去度人的时阵，家己宣传道心的时阵。咱人是不是这苦海内底较深？因为人生不如意的十之八九啊，三项有8项到9项，有人讲你莫上8九，你上1、2，但是敢有可能？敢有可能讲我拢莫上8九，我上1、2，我就会当讲称心如意？不可能啊！你若热够热，要吹冷气，像即我徛伫遮是真正咧讲，若无即台电风甲冷气呢，我绝对无能够徛伫遮，对不对？日头今日日头这热了，绝对外口做热。你敢有法度人忍耐？无可能，你就爱透过冷气。若寒的时阵呢，足寒咱是爱穿衫，我穿甲伤骨骨啦，搁穿甲像迄落啥物话啊，讲搁无咧寒。所以呢，你才会了解讲，其实人生是一个苦海。安尼就是有慈悲博爱，所以咱人讲慈悲的心，才有法度人博爱，不管。啥物人咱拢有想要去甲度化，就像咱爱心会，而且 case， 我迄个伊虽然经济较善家，但是他们的智慧是平等的，在心不精，在心里无较济，在咱管路嘛较减，所以人讲平等性伫心无平无病的这语言内底，那么显露咱慈悲博爱心。那么你这个慈悲博爱的这显露的时阵，咱到我就建立究竟涅槃。因为究竟涅槃是当下的解脱，当下的解脱就是拄则互我分享。咱甲咱三富贵，咱大家证着圆满的经天道的实现，安尼活。就是你当下，咱度一个人来求道，还是新转一个人才，达到参考加入咱修办的行列的时阵，咱你这个发喜是用钱卖袂着的，对不对？较是有影。各位前贤，咱的前辈者。那度人会足欢喜袂？袂哦，何况人度人真像去到国外，咱伫咧去到国外，咱较无熟的这国度内底，较实你今日若讲伫道路上，咱一步有方便，那么咱心迄种欢喜，就感觉讲，咱一撮来到遮呢，会辛苦啊！我每一个兄友的家己，另外拢会当接住努力稳定，那么这度人伊来。咱
做即种互动的时阵，咱就会当互相了解烦恼的经验。或是感情的问题，或是家庭夫妻的问题，或是经济危难，或是子女唔听话危难，足侪危难，伊会甲咱分享咧，会甲咱分享。咱听了，咱如何去甲伊解套？这就是咱的会，咱家己帮忙的所在。那么咱家己解套了，咱就做一个思考，建立思维，建不建立类自信的意念内底，咱嘛是当解决咱家己的烦恼。因为咱知讲，即个人有烦恼，伊对啦，伊的原因对。人讲菩萨为因，咱众生是为果。因为咱拢唔知影迄个因缘对来，才会得到这无好的这果报。所以了解烦恼因缘，天网解脱之道。要怎解脱？唯有修道学道、办道。伫学修教万缘过程内，你达到天网解脱之道。无你逐工你拢会做一个埋怨的心，就像咱母亲人讲，人女感情的问题，为虾米会有法度甲爱到要死的，会当甲谈个一道，而且佫甲分析，这拢是无法度人解脱。伊的心，心咧锁条条，咱讲咱人啊，无明业的掠讲的时阵会安怎？足恐怖的烧地皮无卖，烧花皮无烂，这就是我有得到解脱。那么这个人，你若有自悲心、有博爱的心怀，咱敢会安尼？在这兄弟姊妹教互我共款，无法绝对无可能去摕一支刀来杀人因为咱若一只动物，咱就唔敢甲食，闻伊声不敢食伊肉，对无？看到伊的肉的时阵，你会惊袂嘛是的。所以这因缘内底，互咱了解讲，要如何解脱烦恼疑问，了解了后，要得到解脱之道。透过度人心专人，你就当所以才讲纪律里面记得代志。你若无去伫这互动度人，心专道这个因缘内底，你无法度去生存着咱家己的内心世界。这是互我直接要甲咱分享。第四，减少社会的这乱象。各位先生，咱拢知影咱的道亲的这子女去到学校读册，对无？还是像我，互我曾经听阮联涵啊，还是本来去读南农工专的时阵呢，南农工专的囡仔敢有足歹的？绝对有。好学校无歹学生，歹学校无好学生，对毋对？但是即个因缘内底，咱的囡仔敢会家己去做歹？绝对袂啉烧酒，袂去拍花轿，袂去讲佫有食毒的，对无？咱的囡仔绝对袂，因为咱的囡仔有修戒律，听道理了，伊的心中呢有真理，所以呢会减少社会的乱象。咱即摆伫读经的这因缘内底，互法即摆呢咱甲囝仔伫泉州共同咧打拼，咱嘛成立一个读经班。那么当然，当读成立的时阵呢，那互较有气啊，咱台湾的前线有气呢，就有较侪人来读班啊。咧理想前线佫甲互我讲那个曾经理，我们明天下午的读经班会不会再取消？我说不行取消。教春节你嘛爱教，你知无？因为那个延期，马上这个班就刷班啦。伊讲因为你没有来啊，他们就不想来。我说不能这样子说，你得做一个点名簿，浅浅的叫妈妈浅浅地送礼物，所以呢，咱领互我教咱领报道讲互咱去爱勤鼓励，读经班绝对袂使停，因为伊若讲你来请假剩两三个班，互我说袂使，教春节的嘛爱教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坚持后壁，伊才会感恩，才会感动。所以咱讲，伫这个读经班小天使谈记，咱特别有圣人的这个智慧，我拢甲伊分享。讲咱今日来读经，咱读的是经典毋是普通的漫画书。那么今日读《千字文》、读《百孝篇》、读《三字经》，这拢是圣人的智慧。那么圣人的智慧要甲伊创啥？内化，就是要对儿童开始甲伊内化因的思考、因的思想。会当达到咱即摆咧学经典的正知正见，所以遮也是讲要减少社会乱象，解救苦海众生，互拢会当真主人做主。那么真主人做主，良策就隐退，
理必行心理，就像咱有听道理了。各位先生，你敢会想讲，啊，去到百货公司吼，像咱去到遐个对梦时代吼，我拜五去看阿小姑姑吼，因咧什么仁德的石虎尊吼，我即届呢会当现场去看阿小打鼓，因为阮阿小吼对中班开始讲甲真3年级啊，各位先生，你看安尼几年啊，但是去看姑姑，互我一个心脏要跳出来，因为伫室内开始去了后，尾去食饭，我就安尼想，姐姐迄个去食饭啊，虽然是开出侪钱，互我的感受内底讲，安尼开遮侪钱啊，几个食饭个啊开2、3千箍，那么这也是讲囡仔会感觉讲，带这2个，一个婆婆，一个妈妈吼。来爱甲咱友好者，那么来去看着迄衫，逐件，阮查某囝倒来要带我去买一套服装，我讲免啦，方便，咧无通。各位先生，为什么咱法度人淡薄面、淡薄这物件？因为用产的理配，咱会讲理必实心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物件咱会理配，就是会淡薄咱的一寡面。今天懂得回光返照，迄个时阵就是回光返照，咱刚真诶，目前很多人讲，咱免穿100个，咱1,000箍、2,000箍就行，甚至前几只讲，我穿这件长裤100箍诶，100箍诶，结果摕来了我的时阵，甲我讲，你100箍就会穿一来，我穿起来遮水，所以这也就是讲前几只的信息，那么回光返照，诚心报守。要诚心报守啥物？就是咱的三宝心法。所以呢，咱是台湾内底的求道以后，诚心报守，实心忏悔，实心修炼。所以社会乱象不少不尽，众生不求即解脱。是讲，而且1年内底，组长你送点心来，我们是几点休息？10点休息吗？是10点半？10点半休息，那或许在上台讲半个小时吗？对，10点半，你的课程就到10点半。或许的课程到10点半而已。对。11点。或许只有90分钟的课嘛。对啊，90分钟啊。但是我伫班，大家台语我讲2点钟呢，感谢师父，若安尼点半我就会足紧就带过我嘛。好，第3。道人甲心酸人的对合，各位先生，咱要去道人甲心酸道亲，咱敢爱有内涵，绝对爱有。无迄可能拢无内涵，亲像咱要去买物件，咱第一敢爱提钱。内涵。咱的机关卡爱有钱，才能买。那么咱今日要去道人，要去心酸人，第一咱爱有，一定爱有信心。对道有信心，你甲我道去道人，那么咱拢了解即句话是啥物？德不逢迎，人迎逢德。天不言，地不语，来透过咱人以3灾基因来代天宣法，替天行道。所以讲德，而且殊胜，伊真正有够殊胜的。所有经典拢咧讲一句德，像咱的道德经呢，一切的经典经文离不开了德，所以咱就是咱遐有一个做。李红，伊咧学道德经啊，伊是还袂清口，但是伊一个读册人，伊是放射科研生，那么伊咧学这道德经咧，就非常这情境，让咱感叹。学遮这久啊，学20多年有时啊输人一个初学者，为虾米？因为伊用心咧学，因为道德经伊全世界，听讲英国啊对一国你要考公务人员爱背道德经咧，所以各位先生。非常多81种，拢会讲咱的三宝心法。那么而且咱来了解爱靠咱，咱爱有内涵。第一要有生困洁净的心情，就是讲你今日去道啦，你要有生困要做洁净的这神情毋是去咱是心讲咱有心无心安尼讲，你有来嘛好，无来嘛好，无来去倒嘛好，无来有来去倒嘛好，你有加入咱的这行业嘛好，朋友要来参班嘛好，无来参班嘛好，
以情理法、记情、记理、记法，这是咱不可能的所以咱师尊来就甲咱讲要有记情，先要有记情。什么叫记情？就是甲你所有身份特征，而且心情都改变落去。因为心则是心则灵，灵则感则感则你得当去度化遐条件当然有心心无热情，心心等于零，互海当休困起来，互咱看一个打不死的蟑螂这样。怎么打不开呢？先，我这台打不开，我我的电脑直接点档案。无法开启指定的档案。拜托，要闪。目前人家所有的钱拢请过来，拢去到遐，伊也做食。有时啊，人佫讲外面买了结婚公主的四大去到遐来教伊做伙食。其实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锲而不舍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功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嘛，教咧伊的所有厝的话，用读经班，即摆这一厝呢，嘛要来参加咱天人合一班。因为天人合一班互先不改鼓励可能会较好会较有迄个力量。所以这一厝呢嘛，咱领领甲咱罗坛主呢，伊来鼓励这一厝呢有要来一班。伊刚刚去河北了，回来到，我讲江妈妈平时要入班平时要去入2个班，他会问，表示他一定会来。我是
你不要那个报名的吼，会使无人呢。为虾米？因为你报名的师傅拢知影，哦，所以你也无人哦，就是吼用靠分哦，就是哦。我本来就是啊，即个要报名，无遐尔哪好报名，非常困难吼，因为350个已经迄个爆满，大爆满。那或许到6点半好，感谢慈悲。第一，要有一谦恭可爱的态度。按议长代言人讲，谦卑的礼节在自谦，咱爱非常谦卑，因为伫64卦内底，谦受益、谦卦是算吉祥吼，爱个自益，就是你爱有法度人管理你家己吼。度人度袂成功的时阵，你嘛一困就讲哇，业障重啦，啊什么无言啦，各位先生，敢会使安尼讲？绝对不行。哦，就是头拄爱保险的讲哦，啊你保险也车无用咯。这个会使安尼讲，袂使哦，咱来家己能够去调试你的情绪哦。保险不要紧，我再清楚，一定自信，因为你有法度自信，才会当生心灵，就叫会当自信。哦，见性别人是因无之一，一定要见性家己，你才当生信心灵。哦，爱自信。爱食亏，但是咱奖励啊，毋通逐项拢斤斤计较吼。是啊，敢咱的道亲，就是讲会当啊，家己顺，家己吼顺己能够立的是最好的，啊无五常人常，吼，袂使有分辨的，袂使有执着嘛。即个叫我较好，我来甲度；即个叫我较好，我来甲成全。吼，啊，即个生做较无遐引导，较无遐水，我就袂甲度。拢袂使有平等心，而且恶气爱息。所有骄傲的一个气氛，我们要能够化解掉。啊，心来平常心，就是爱平等心意，心来和平吼，平平和稳，平为平为平和定一个。那么伫这一年内底，咱会会愈来愈好。像咱的前辈者，咱一看就知影哦，这德行非常。伊敢爱讲话，讲出道理，互咱听拢毋免。伊只要伊言语笔记，咱就当伊非常了解讲伊内定。是，会使讲非常的这个相吼，这咱爱去体会。第三，聆听甲关怀，因为伊来去听弟姊妹的事情，伊是需要一碗茶、一杯茶，结果你送伊一碗饭，咱会水干袂？哦，爱了解讲，这个人伊的需求是啥物，才让显得忠心，哦，显得忠心。哦，亲像咱有一个前贤啊，伊讲我食素是了的。可是我袂使无蒜头、甲葱啊、甲油葱，安尼才当消毒。今日听到来，我伫遮用讲无哩。那么各位前贤，这就是伊一种执着。啊，你要怎叫善导？哦，爱甲用智慧呢，爱用智慧，希望呢伊今年伊讲好啦，伊改看卖啊。哦，啊今年伊即马读书的这个问题，咱小班处长班吼，啊真正互我哋啊学生们，吼，阮本来总甲鼓励，伊讲好啦，我也是看卖啊。也是看卖啊，有人答应讲好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伫这一年内底，咱嘛是善导呢。你袂使甲讲哦，咱当然伫这5分，吼，5分内底有些咱袂使食，当然伊这就是过去佛教演传落来这个戒律，而且呢5分你食济，咱伊伤着咱的5脏，吼，这是重点啊。啊，过来全方位的学习，是咱全方位。咱身为一个人才爱全方位，啊，前辈者顶下是常常咧讲的。上台讲道理，啊，落灶骹爱怎煮了理，真正咧。你像不管是咱的前辈者去到国外，啊，像咱的台语会通的吼，啊，种咱迄个阿姨啦，还是阮阿妹姊吼，是真正落灶骹讲，迄落灶骹煮了理出来吼，台语会通，拢会心传得清。这个全方位的学习，嘛爱扫涂骹，嘛爱洗涂骹，嘛爱洗便所，吼，这全部拢爱做。啊，咱清洁机伊就无计是啥物，为着要福气群生，吼，为着要抢用大道，为着要充实咱的内在，就要充实咱的内在。好，因为安尼互时间对个讲，同心合力达真好。各位先生，咱伫道人心愿道亲修班的过程内底，每一个人的方法无共款，所以咱要互相配合，互相迁就一下。啊，万德有的过程也要配合，配合才是最好的一个人才。因为个人的方法袂共款，
人一个指令下来，咱这点传师这引在领领各位配合啊，商量才是领导的这个因缘之下，我们要互相配合，互相迁就，这安尼来带咱圆满哦。大人之前爱了解这个人，大人之后爱甲伊关心，爱甲伊鼓励成全，不是道理上的关心，爱个生活上的关照。这是咱各位亲人咱伫遮学习来，第六爱的管教甲祝福。还有伊着咱师父观音菩萨，这圣文甲咱各位一共同来分享。咱上面先用咱这个家体，要如何来大体宣传替天行道，用你的耳仔去听汉口声音。像咱面的祖师爷的耳仔，遮尔大个，就是要咱听要咱听看，迄个苦海众生一定苦在一个所在。用你的目睭来关照需要者旁观。真正呢，咱若去到国内也好，国外也好，咱伫道亲的活动内底，咱爱去看，毋是看人水甲歹对待，咱爱去看伊的需要是啥物，是伊的旁观，来用咱的手势，换倒来，搁再帮助。各位前贤，咱都有听着千手观音，对不对？千手的观音。迄天呢，才伫迄个赖内底有上传的吼。伊讲吼，千手观音，为什么叫千手观音？不叫牵手上迄个牵手的城隍爷，还是牵手的上面来的公还是啥物？就是一般的七天神绝对不是牵手。牵手观音，因为咱观世菩萨伊是闻声求苦，就是讲。牵手观音的意义就是讲，咱爱用千外种的方法来救度兄弟姊妹，爱像观世菩萨咁款所以用咱的耳啦、目睭啦、手啦，拢爱甲善用来，重点爱啥？脚爱对不对？今日你敢若讲有我手嘛好好，目睭嘛出来，耳朵嘛出来来了行出去，敢会当有成就。道亲咧，前人常常咧甲咱慈悲，无道亲来，你斗讲伊要求道的啦，绝对安尼行出去度化众生，出去宣传道亲，所以一定来靠脚，一定来靠咱的智慧，咱的大爱，用你的大爱施无所，得到天恩的加持。每一个有缘兄弟姊妹，咱咱接受了天恩事业，咱脑部的稳定。咱有缘咱姊妹拢会当接受着拢会稳定，这是咱今日大人心专人因缘，用你的祝福使接受者得到无限的关怀，亲像咱本末广亮坛主伊敢若超十几万户啦，或者伊敢看了一篇报道，是网络刊出来，伊讲18万户，敢若有20几间的佛堂。18万户，伊度人的这因缘内底，收集了20几间的佛堂。各位前贤，咱会想讲我去度人有伊也无出来宣传有求没有到各位前贤，如果伊无去弄18万户，到20间佛堂。讲求道如梦，修道如教，行道亲像恁鸟是要修道，毋是遐简单。所以呢，而遮也是讲要用你的祝福。咱王前人我们心意单位的王老前人，王坤的老前人，我去参加伊告别式的时阵，伊的告别式本伊的回忆录内底留下祝你幸福。咱敢有唱这条歌？有无？就是这条歌，伊到地拢唱这条歌，祝你幸福。那么各位先生，今日伊要会当幸福，一定爱怎？求道、修道、学道、办道。行道，才真正会当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讲，送你一份爱的礼物，祝你幸福。所以讲，伫遮甲各位亲人分享，就是讲用你的祝福，使接受者会当得到无限的关怀，得到无限的关怀。咱一定爱透过咱的耳仔、目睭、手、脚，甲咱的智慧、咱的大爱，其实是甲咱的小爱化成大爱。无法通安尼想我当去大陆教福经班的时阵，代表的这家长
即摆我坐飞机咧，去到机场，我甲丽丽要去广东找我弟弟，带阮去坐飞机吼，我毋免验关咧，直接去带去到单位以了，伊就坐就问人来，这个曾老师，请问你们啊，为什么要来这里1个月？来这里教读经有没有薪水？你们的读那个经典协会有没有给你们薪水？我说都没有没有薪水。你们的机票谁帮你们出？我说我们有一个基金会读经协会你可以自己出，也可以申请我们读经协会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来申请。伊讲你这真正大爱呢？我讲嘿啊，因为我们台湾的小朋友，像我的孙、我的囝搁互学家己嘛拢爱读经这读经感受着迄个好处了后，更加济的兄弟姊妹当享受着圣人的智慧。伊讲你能够伟大，我无伟大，我嘛是咧学习。到学上中教学相长这个因缘，其实咱咧教小朋友读经，咱嘛是咧成长。所以咧，而遮我就感受讲，其实你的祝福就是咧祝福你家己，你祝福别人就是咧祝福咱家己，一切拢返归到咱家己。就像咱过去咱观世音菩萨，咱所有的圣人仙君，因在世而且付出，而且普度众生，而且因缘内底到尾即摆送咧受惠，嘛是因呢。已经坐伫遐以后，袂讲话，咱来甲办，爱去参加，对不对？用台咧做仪轨，拜，囡仔爱拜一个呢。若如果讲咱的祖先呢，咱祖先上计着1层香拜差个，早暗嘛烧香算袂歹，就是初一15。那么咱这仙君坐伫遐，伊无讲，你来一定爱拜那么回归到哪里？最富，是咱的圣人仙君。那么各位先生，相对咱虽然是一个凡夫众生，是一个培养弟子，只要咱接受咱。祖师爷封住台湾，咱师尊师母甲咱济国外本的即个台湾，咱会当普渡三泽，大天宣化，替天明灯去度人，去成全道亲，咱相对的，咱嘛是会当享受百利而无。所以咧，而遮学校，则讲大社迄个大，尽量学校去咱孝德单位学习的时阵，咱讲讲师伊就甲我真互我学习了，因为互我会讲，互我出国去泉州去对开放，而且因缘甲咱分享对不对？伊就讲迄个曾经理袂歹呢，你有出国去咧开放你有足济迄个地通去分享，我讲嘿啊。那这样你有没有？你舍出去你的这个时间、金钱、甲你的体力，你有得无？绝对有。就是咱有得到咱心内的一种欢喜，你不舍你就不得。你若讲我行出去，还是讲我来参班，你就要得到真理的滋润。上帝甲咱讲一句话真理的滋润是上天赐咱最珍贵的礼物。不管你偌有钱，你心灵若无助的时阵等到咱真正伫遐倒伫遐，无法度让你享受你的荣华富贵的时阵，各位先生，只要咱若有修。咱若心会当做自在，咱消咱的业，咱会感觉讲，我今日伫遐是咧消我的业，我娘定是咧甲我带转去父母，拢会使讲非常的自在。那么咱伫即个世界，即阵有健康的身体的时阵，会当善用咱即个家体的时阵，尽心尽力去做，真到尽头，你就当了愿，就当了缘，听到了咱的事。所以讲，愿力可抵业力。即个意义内底做一个了解，好，来到这个家己学校呢，这个家己是咱合成单位呢看到伊讲师做边仔遮我有接受伊，但是我现在做一个先负责，所以学校呢嘛无法度甲提出来做一个先负责，学校有问伊来讲，我嘛毋知呢，这一早就浅显迄个廖家那么各位先生，学校以着即一句来甲各位先生共同这个分享，就是要咱了解，咱要如何体用一字。咱听这个济道理，并体咱要
如何来用？讲遮侪圣人先佛的经历，咱要如何用伊来修办的，而且生活里底？咱圣人甲咱讲，咱要为着修道而生活，毋是为着生活而修道。所以讲，自天主以己属人，伊是该以修身为本。哦，所以呢，而且讲明明德，假天灵吉，灵体父母明明德，人生之一大法。那么明明德就是啥？就是体。大家知道，在明德，在亲民，在己有极限。哦，伊这首句就是以咱大学三道领的，而且甲咱做伙一起来学习，假天之吉。那明体，互咱明体了，明明德就是讲咱本来灵明的自性，在圣人无较济，在凡夫无较少。何以自性本自富足？何以自性本不动摇？本自清净。哦，那么灵性万法，而且一年内底，互咱了解哦，咱要如何灵体了要互灵明德，要恢复咱本来灵明的自性。咱其实咱修行学道听道理，就是起其本无。本来无的哦，像阮困倒拢无学食，阮无啉烧酒，对无？啊，阮敢爱改，毋免。哦，啊，若天道会啉烧酒，会食薰，你是学来的，毋是你生落来妈妈就互你教你会晓食薰啊。到迄红仔生落来就爱食薰，你像阮 QQ 弟啊，袂讲我要食薰，因为囡仔对毋对？啊是大汉学的，那你敢爱改？爱改。哦，因为食薰啉烧酒对身体拢无好。哦，那么咱要如何？凭咱的真我灵明的自性了后，透过修道来修改着咱的脾气毛病。所以咱师尊后代日才甲咱讲，修道6字尔，改脾气去毛病。哦，因为咱毛病脾气够济，啊要如何慢慢改？下少也常听道理，即条佛意若常来济，咱的脾气毛病慢慢改，会对前辈这时阵，咱会当去证明吼，来亲民哦。明明德在亲民，就是爱大天宣化，达用，哦，达用福人明明德，就是爱去帮助别人，会当因仔像咱共款，会当明明德，这是咱人生之一大志，就是咱的原则。所以讲，使命在心中，啊，责任在肩上，哦，亲像咱领明德传书，哦，咱前人吼，就是呢，伊甲第一步甲你推头戴天命吼。肩胛头甲你搭三个，脚趾边佫甲你搭三个，安尼你就知啊。哦，就是讲使命在心中，责任在肩上。人生一大责，就是爱去大天宣化，来爱到积无极限。各位浅显，毋是咱去大人互人积无极限啊，咱家己嘛爱积无极限。那么咱要如何来咱积无极限？一定有人生的过程，修办道的过程。无法度讲我今日求道，我就积无极限啊。应该是无遐简单，因为咱流浪也万多年，咱理念会太济啦。理念的这七情六欲、五欲六尘，会使讲非常的强济。百姓的这酒色财气的这失之路头。那么咱要达到积无极限，啊，太我切车道化，哦，如切如车道行业，如道如化自修业，就是研究偌济经典。阮前辈才常常咧讲，莫甲人甲你骂一句，哦，啊试试看你就袂知道。所以讲哦，伫咱学经典、学真理的过程，就是要改变咱家己，改变家己，才会当安怎影响别人。咱魏先生啊，太太拢会讲啊，为什么阮先生拢无爱叫我来佛堂？为什么阮太太拢无爱叫我来佛堂？为什么阮囝拢无爱叫我来佛堂？啊，迄是因迄落无智慧吗？其实各位浅浅。改变家己，因为这是互我的心上，互我体会，互我公公婆婆一直甲我鼓励，互我爸爸道理我捌，互迄道理我读册拢有读，迄我拢毋免捌道理，哦，啊晓煮饭嘛是大人吃，无迄落阿顾好，囝顾好，安尼就拢捌道理啊。但是自从互我踏入咱道场开始学习了，才知影讲不足太济啦吼。学然后知不足，你学了后，才知影你有偌济不足。那么
么你伫这不足的当中，你要如何找到你立足之处？各位学姐，只有透过学习啊。所以咱要大家之前毋是也简单，可是这是咱的目标目标，啊是讲咱真正要规矩后面升得天下美美的人生一大事，就是要会当咱的三婆世界要化为美丽净土，这是咱的使命甲咱的责任那么也就是要透过导览甲宣传啦，两项工课尔那么各位浅显，千万个理念不如一个实践。咱在座诸位前面可能有100几个人，包括有他，咱大家发一个愿感好。我今年一个人度一个就好啊，咱就100几个人，无咱爱上点一个。不要紧各位浅浅讲，阮的亲情朋友拢总度了啊。你会讲我无当度啊？其实毋是。你若像学校，阮即阵的这使命，出就是爱度人。人迄个马家居点门师讲开口渡人就有功。你度有成功，度无成功，你拢有度化之功，拢有度化之功的。所以咱爱想，咱每一个人度一个，各位浅浅敢好？咱对上天发一个愿，我今年一个人度一个，若要成全道亲拢成全一个亲口就好啦。亲口伊自发，迄个新道亲还袂亲口，拢亲口，咱爱上今年就免烦恼啦。咱福建人学校教咱福建人常常去咧出国方面，我若出国一摆去出国，当然爱去甲前人方面，咱前人拢无啥物讲啥物，你安排也好，你要必办也好，都爱方便福建人拢讲都无爱方便，各位浅显，都无爱方便，敢是靠咱福建有一个人会当成就无可能，伊是甲咱鼓励，甲咱变相，爱靠咱每一个培养地主。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的相信力，咱的一个心去度啦，去想咱就起来。确实是安尼，毋是福建人一个法度，毋是叶本师有法度，毋是领人有法度所以呢，各位浅显，咱今日的使命，咱的责任就是度人甲成全。当然爱先度己以度己度人的过程内底来使咱成就，因为众生因你就得救，咱因为众生是成就。这是咱建议，咱都有法官学校哪有法学校有来认真去度啦，来互认真去成全兄弟姊妹，这是咱建议的使命。那么最后学校花拄10点半，以咱这首道歌咧来甲咱浅浅分享。这是咱这个这个。一切不再随
当呢，我们达到我们的愿望，咱的愿力会当真正上天慈悲的，咱会当今年大家拢会当度来成功，会当有愿的呢，今年拢会当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。好，因为口头三折，才有这个机会，才有这个机会。最后，就咱各位一个身体健康、福贵圆满，好，非常的感恩，谢谢。感谢全点识别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再以热烈掌声。各位请简单6分钟。